在楚乔传的故事中，无论楚乔面对什么样的险境，宇文悦都会及时出现在他的身边救下他。如今大梁的危急同样是如此。话接上回，在楚乔看到宇文悦率领青海军赶来后，眼角之中也流下了泪水。他终究还是来了，自己再次被这个男人救了下来。而燕洵此时正在寒水江畔整顿兵马，隔着江水看着大梁那边的一举一动。他终究还是来了。燕洵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此时他不知道为何心里空荡荡的，好像自己一直高悬的那根弦突然崩断了。也许在潜意识里面，他也不希望楚乔去死吧，但是燕洵却也不希望宇文悦在这个时候赶到。江山和美人自古以来都是难以抉择的，燕洵选择了江山，而那个人却放下了江山。陛下，宇文悦离开后，我军对雁鸣关发起总攻，如今陆将军已经攻破关口了。陛下，袁彻带着残兵败将出了北关，程渊将军正在乘胜追击，目前大魏境内只剩下元阳一支军队。随着接二连三到来的捷报，燕北军队和大魏军队之间的这场决战已经正式的接近了尾声。此时燕洵也闭上了双眼，在心底一遍遍重复燕氏祖训，想起了自己之前父母亲族被残杀的事情。从此以后，大魏800万的国土将插遍燕北的大旗，天下也将臣服在燕洵的脚下，他会是这片土地新一代的王者。如此丰功伟绩，怎么能是一个女人可以比拟的？我不后悔，我绝不后悔。燕洵又喃喃自语了一番后，便策马上前，开始带着军队前进，准备给予大魏最后一击。而此时的大梁京都之中，则是一片欢呼雀跃，他们总算是守下来了。宇文悦一路策马赶到了楚乔的身旁，然后翻身下马，跑到了楚乔身前，一把抱住了他，久久不能松开。你来做什么？楚乔此时带着哭腔拍打着宇文悦，似乎跟自己所说的话不同，在埋怨宇文悦来得晚了。我来拿回属于我的东西。宇文悦紧紧地抱着楚乔，一刻也不想松手，因为他再迟一点就永远失去楚乔了。星儿，跟我回青海吧。宇文悦轻声地对楚乔说道，而楚乔则是依偎在他的怀中，眼泪一行行地滑落了下来，打湿了宇文悦胸前的衣衫。许久之后，楚乔才起身擦了擦眼泪，然后对着宇文悦用力地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紧接着，楚乔踮起脚尖，伏在宇文悦的耳边，小声地说道：“宇文悦，我怀孕了。”听到这几个字后，宇文悦先是微微一愣，然后立刻狂喜了起来，抱着楚乔转了几圈，高声喊道：“我宇文悦要做父亲了！”此时，在宇文悦的脸上洋溢出了许久未见过的笑容，而楚乔也笑了起来，两个人就跟孩子一样，开始了哈哈大笑。不过，怀孕的事情固然可以让宇文悦开心起来，但大魏目前的情况还不能松懈。不过在此之前，他还是要先带着楚乔回到青海安顿起来才行。在宇文悦率军赶回青海的路上时，燕洵便也击溃了元阳的军队，将整个大魏掌控在了自己的手中。但仅仅是一个大魏还不够，燕洵想要的还有宇文悦的项上人头。所以整顿兵马之后，燕洵便开始率兵向着青海军进发。王，燕北军快到了，我们该如何去做？此时，宇文悦手下的将领郭淮跑上前来询问道，而宇文悦则是放下了手中的战报，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战！”此言一出，整个青海军上下也是一阵欢呼，因为回到青海这一路，他们是避而不战，属实是将这群好战的将士们给憋坏了。那么宇文悦和燕洵这一战会如何呢？在楚乔传第2季的故事中，目前在燕洵的眼中，除了大魏是必须要解决的，还有宇文悦是他的一生之敌。原因很简单，宇文悦的身边有着他得不到的楚乔。话接上回，在傍晚时分到来后，燕北军便赶到了青海军外围，但是却并没有对青海军发动进攻，而是将城池围了起来，不发一兵一卒。对于燕洵的这种举动，宇文悦也知道他是在等待援军的到来，并且深知一旦援军赶到，那么情形会对自己非常不利。所以在当天晚上的时候，宇文悦还不等待燕北军排好阵型，便指挥人马对燕北军进行了3次冲击。依靠青海军自身超强的灵活性，硬生生地从燕北军的右后方撕开了一个口子，杀出了重围之中。然后接下来，宇文悦就开始不断指挥兵马去骚扰大燕的境内。很快，在大燕境内的西南，一处烽火高燃，即便是各地军队不断的调兵驻守，奈何青海军战马脚程非常的快，导致大军所过之处扬起满天尘埃，让燕北军根本抓不到他们任何人。
经过了几天的骚扰后，双方也终于迎来了这最后一战。宇文玥一身银色铠甲，安静地注视着燕巡所在的方向。为了保护楚乔，这一战宇文玥也是必胜的。而燕巡这边也开始筹备兵马，双方在苍明山这个地方开始对峙了起来。但是在第2日一早，燕巡的一个命令却让宇文玥皱起了眉头，那就是他将苍明山大关的大门打开，直接摆列在了青海军的面前。见到如此的做法，青海军的士兵们也纷纷猜测了起来。但宇文玥始终一言不发，也不率兵前往苍明山大关之中，似乎是在思考燕巡在想什么。面对对面一言不发的燕北军，宇文玥思考了许久后，便策马开始上前。王，小心有诈！郭淮看到宇文玥打算上前，便立刻急切地喊道：“他们敢在本王面前打开城门，难道本王连走过去的勇气都没有？”宇文玥此时声音非常的低，却一瞬将青海战士的热血全部点燃了。末将愿王！一时间，整个青海军齐声高呼，他们也跟随宇文玥一同走过去。既然对方敞开大门欢迎他们，那么他们自然也会走进去。很快，3000名青海军便跟在了宇文玥的身后，逐渐接近城池的城门。但即便到了300丈的距离，燕北军也没有任何人拔刀。虽然宇文玥看出对方战意十足，却始终没有发起进攻的迹象。在宇文玥带着人马越过大门后，沉重的大门也开始缓缓地关闭了起来。宇文玥默默地回头看了一下城门，然后对着郭淮下了命令，让越久带着人马回来。因为为了配合这一次的行动，宇文玥早就让越久带着3万名死士前往了大魏的京都，打算在这边情况有变的时候，就让越久立刻攻打京都，配合大魏残余的军力去分散燕北的视线。但是没想到现在竟然让他们如此轻易地回来了，属实让人有些想不明白。燕巡将宇文玥等人放回青海，那就如同让猛虎归山。不过即便是想不通，宇文玥还是带着兵马快速地赶回青海。而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日夜赶路，楚乔也迎来了临盆之际。在大帐外，宇文玥是一刻也不敢懈怠，这甚至要比他带兵杀出重围更艰难一些。因为经过了今夜，他的身份也就有了新的转变。在楚乔传第2节的故事中，宇文玥和楚乔有了孩子，两人的关系也更为紧密了一些。也许接下来2人的生活会更加的幸福一些吧。话接上回，在接生婆和丈夫走出来之后，宇文玥便立刻走了进去，然后抬手挥退了一旁的侍女，径直地走到床前坐了下来。此时的楚乔已经睡着了，他瘦了很多，但喝完药后气色也均匀了一些，看起来是好了不少。还好没事。宇文玥轻轻地帮助楚乔盖上被子，然后就听到了一旁的婴儿床上传出了一个细小的声音。随着声音看过去，宇文玥就发现了有个小小的孩子正侧着脑袋趴在那里，一双漆黑明亮的眼睛正在瞪着宇文玥。而宇文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就跟自己的儿子互相对视，因为他是初为人父，也不知道该如何跟孩子相处，尤其是这刚出生的婴儿，所以心中也有些奇怪的感觉，一时间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这个孩子。但是下一秒，宇文玥伸出了他的手指放在嘴边，示意让自己的儿子小声一点，不要吵到他娘亲睡觉。但这个复杂的手势显然是这个孩子所不能理解的，也许是饿了，小孩立刻放声大哭了起来。这一哭可让宇文玥立刻紧张地站了起来，完全有些不知所措。但很快，丫鬟、侍女、奶妈、侍从、大夫们便如同豆子一样从各个角落之中冒了出来，连熟睡中的楚乔都被惊醒了。怎么回事？小世子尿了吗？快传大夫！小殿下不哭不哭，你看这是什么？一群下人十分没礼貌地将某个人从中挤了出去，而孩子的目光从中转了一圈后停在了自己母亲的身上，然后很委屈地伸出2只小手，抽抽搭搭地哭着。在楚乔将孩子抱在怀中后，便在屋中巡视了一圈，最后才注意到了一旁的宇文玥。你欺负儿子干嘛？楚乔此时柳眉一竖，对着宇文玥就喊道：我没有。宇文玥矢口否认，说着就要上前来，但儿子一看到他走上前，哭声便更大了。你还说你没有？你这么大的人了，还欺负小孩子！楚乔此时瞪着宇文玥，不许他再上前一步，这可让宇文玥差点被气死，心想这小子到底是不是他的儿子？哪有儿子见亲爹还哭得这么厉害的？不过下一秒，一个丫鬟便上前说道：殿下，您身上风沙太大，大夫说让您先出去。
听到这话后，宇文玥直接怒瞪了一下小丫鬟，吓得小丫鬟差点当场休克。不过瞪了半天眼睛，宇文玥还是黑着脸被自己老婆赶了出去，这也让宇文玥感到十分郁闷。难道自己真不遭孩子待见吗？先前萧策那儿子见到自己就哭，现在自己儿子见到自己还是哭，带孩子这件事跟他所想的事情是差得太远了。原本宇文玥想的是这样，有孝顺的儿子和温柔的妻子，还有尊敬他的部下，他们应该一起仰望坐在马背上的他，激动的泪流满面，大声赞扬他的功绩。但现在现实却是这样，自己儿子天天就知道咧嘴大哭，妻子眼中也只有那个孩子，所以此时宇文玥有种说不出的郁闷。如果早知道是这样，那还不如不生孩子。而在回到青海之后，宇文玥也总算知道了为何军中一些早已成家生子的人那么的不愿意归家了，这还不如继续带兵出征呢。不过宇文玥和楚乔的夫妻生活还是这样安安稳稳度过了3年时间。